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77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有一名小队长，5年前利用职权去甲民众查个资，泄露予伊的朋友，这犯罪动机也搁调查。台中有一名教保员苦毒囡仔，发现依照伤害罪强制罪等罪行，甲伊判刑1年10个月，有家长认为判了伤过轻。中国新版本的地图，唔但甲台湾划入去连钓期待也有。美国即马已经出声呼吁中国唔通伫遐乱影响合作。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有一名姓颜的小队长，伊伫咧5、6年前呢是伫咧北投分局服务，不过在迄段期间，伊涉嫌利用职权去查民众的个人资料，提供予伊修理车的朋友。检方今仔日也去敲，而且甲这3个人带回来问话。这调查民众个人资料这部分，目的是啥款？这犯罪动机佫需要调查。大阵警察攻入去，远近强势压制。伊是中正一分局清查队姓颜的小队长，已经做警察30多年，捌得到模范警察。即届互人发现，伊涉嫌乱用职权泄露国防以外机密。严姓小队长个人疑似涉及不法等情进行查处。针对远警违法违纪事件，一定从严查办，以为警察形象。姓颜的小队长，为2018年开始，也伫北投分局的时阵，都涉嫌真侪解查询民众的个资，泄露予修车厂的朋友，好亲像做不法的代志。检廉车拉发动搜查，约谈远警甲修车厂的业者等3人，要来查清楚偷查个资的目的，也甲是毋是有对价的关系这疑点。不过专案的笔空，都是检方伫侦办另外一件刑案，伫相关个资看到伊的名，早意外查到这个案外案。组长真的有跟蓝道联络吗？根据不是有问题，亲像台版的干部这案，都有远警做内鬼，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查个资，照贪污罪起诉。也有20外个远警涉嫌甲台湾业者交结，软道安老芳协助开假红单，互人依照道理等罪起诉。只要发生重大风纪案，警界高层拢会讲整顿警纪的决心。不过这种案件也是一再发生。我觉得应该要加紧脚步，甚至就是说，把一些也许不管是督察也好，政风也罢，把一些具体的方式可以呈现出来，比现在的现行的登录的方式，可能要做一些更加严的措施啊。要改善违法的乱象，除了靠政令宣导，对当事行为加注意以外，学者嘛指出，相关监管的查核拢都要加强，卖互整顿警纪变靠好，一再影响警界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台铁道路居住公户发生败北意外到单已经是2年多了，进前佫伫咧车厢发现到罹难者的头壳骨还佫有遗物。行政院长是调集相关单位开这检讨会议，也向家属会失礼。不过台铁局长杜美今早起说讲，是用电话或者是赖来甲家属会失礼，引起众人的批评。台铁局下晡是赶紧开记者会来甲家属会失礼，也强调讲会随时去甲因拜访。关怀小组它的网络哈，包括用 Line 好，或者是如果愿意接受的话呢，我们也会用致电的方式来表达关切跟歉意。代志发生2年，太多高号事故车厢内面，方发现讲各受难者的骨头，对安怎向家属来回失礼，有说关怀小组的台铁局伫第一时间讲出用通讯软体，也是敲电话，搁一摆引起外界批评。或者6则找相关单位关门检讨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因搁较有同理心，必须要采取1对1的方式，那么来追踪每一位这个家属。那希望能够让家属感受到这一份用心跟贴心。台铁局向所有这个我们相关的家属及社会呢，先致歉。90度行礼，台铁局临时开记者会，正式会失礼，强调讲一定会当面去访视49位受难者的家属，会失礼提供关怀，嘛会主动帮助家属去认领遗物。因为台铁最近阁清查车厢，阁找到包括衫、证件和红仔等等168件的物件，对相片来看，拢已经破弃歹去。受难者家属委任律师担任受讲，家属阁较希望款这单位较紧提供完整报告。没有任何对于事实的交代，也没有任何的调查报告结果。家属要的是真相，这绝对不是一个台铁层级的道歉。我们认为应该要负起这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行政院，所以应该要由行政院层级的人来进行道歉。
不同单位之间的一个横向沟通，还有在程序面上面的一个检讨。那我们预计会立即展开，那预计会在1个月之内会完成。但秘书呼吁政府的处理方式应该更较有路，嘛要确保这种事件莫搁发生，才袂互家属心内的伤好气搁互挖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立家幼稚园有一名姓陈的教保官，去年去互几落位家长甲指控讲有苦毒囡仔行为。台中地方法院认定这个教保官犯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强罪罪，还佫恐吓危害安全罪，甲伊判刑1年10个月。不过家长认为讲安尼判伤过轻啊。去年1月，台中市私立的立德幼稚园是逼出苦毒囡仔的案件，姓陈的教保官是对因班至少11个囡仔实施行暴力，而且威胁学生袂当讲出去。经过台中地检署提起公诉，台中地方法院最近审理了后，照11个成年人故意对囡仔犯伤害罪、强制罪、恐吓危害安全罪，判1年10个月，其中8个月会当用罚金代刑。家长讲判伤轻啊，太轻了，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学生，我们全班2/3的人都有受到老师的一个施虐，然后这种心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求助专业，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孩子，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很无力，怎么孩子在我手上变成这样？就现在的老师啊，都一再的宣导，不可以再有这个事件的发生，巡堂啦、督导啦，然后在行政方面能够做得更多这样子。学校是强调讲，姓陈的教保员已经离职，目前是继续加强宣传督导，避免这种事件再发生。一寡家长讲，虽然事件已经过1、2年，但囡仔同款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情绪定无稳定。医师建议讲，在家长会当把握时机，互囡仔一寡正面的物件，增加囡仔的自我认同，而且理解囡仔所有的情绪，莫想负面去看伊的反应。想要把当时的一些情绪，不管是哭闹也好，或者是生气也好，他想要表露出来的时候，其实父母亲是可以让他知道说，在这个环境里面表露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会陪你。那你如果觉得好过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有这些反应一点都不奇怪。对，但是这些反应会慢慢的过去。医生嘛建议讲，另外会当提供安全感，尽量卖互囡仔一个人。若有转学这种生活变动，拢要先互囡仔知影，增加伊的确定感，对修复心理拢有帮助。目前专案阁会当上诉，台中市政府进前已经对姓陈的教保员，甲通报做无责任的教保服务人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新版本的地图引起国际抗议，美国国防部也批评讲，这是中国想要改变事实。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也呼吁中国唔通伫遐乱影响合作。咱的外交部也抗议，强调无论中国安怎伫遐乱转，拢无法度改变台湾存在事实。中国8月底发布的新版地图，甲南海国岛、甲中印争议领土划入去，引起真侪国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已经表示拒绝接受地图非法的领海主张，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一届无爱参加伫印度举行的G20峰会，外团都是甲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地图有关。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希望中方慢半烟扰乱者影响合作。The ques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ffecting the summit, really, that's up to China. If China wants to come in and play the role of spoiler, of course that option is available to them. Their attempts to try to create a new normal in terms of resetting boundaries and then expecting other nations to comply with that. 美国国防部指出，这就是国界是安怎搁再看到美国甲印太区域盟邦以及友好真密切的合作，伫捍卫自我主权方面进行协作。对于中国也甲钓鱼台划入地图，日本透过外交管道提出抗议，不过中国拢无插。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的地图将钓鱼岛标为中国领土是理所当然的。那张所谓的标准地图，其实就是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证明。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咱国外交部也对中国地图提出抗议，讲无论中国安怎黑白舞，拢无法度改变咱国存在客观事实。不过进前，英国国会下议院外委会罕见的伫官方的文件称呼台湾是独立国家。美国国会是不是原来的同款？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苏默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美国应该维持目前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伫初5发布禁航通知，讲要伫咧浙江的东方，也就是东海海峡为禁航区，讲初6到初10这段期间要举行军事演练。国防部今早起也正式讲，这解放军要进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国防部研判这操演的范围对台湾的海空核安全无影响到，而且国军也拢会监控。中国持续武力恐吓，咱国防部初次公布掌握到共军伫浙江外海威胁禁航区要实施军演。那么我们判断它会进行年度的计划性的一个实弹射击操演。那么基本上国军会运用整个的联合情监侦的措施，对相关情资来做一个非常充分的掌握。那么也会做分析的比对并且妥适的去应处。国防部研判，操演范围未影响咱海空核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国防部要开3.72亿，委托中科院制作24万粒 MK2 手榴弹。外界关心 MK2 是老款的手榴弹，是安怎要搁生产？军方解说，主要是要把库存弹改换新引信，也因应需求量增加。因为每年入伍的新兵都要接受实弹导弹训练。在113年会针对这个入营的义务役还有志愿役的人员，会从一些这个基本动作、手榴弹的这个爆炸的原理跟诸元安全规范来做一个循序的说明，然后会实施实弹的投掷。整个手榴弹我们为了求它的一个安全性，所以是委托中科院来制造引信，来满足实弹投掷还有训练安全上面的一个需要。那咱国安体系传出会有变动，体会主委彭世宽可能转任行政院政委员，新任的主委会由国安会主委兼国防部长严德发接任，前参谋总长陈宝如接任国安会主委。对于相关的讲法，总统府是回应政府的人事仍做有调整，会伫定案了后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低压带抑个对流分期发展的影响，高雄、台南、屏东下晡拢有落雷公雨，其中伫咧台南林顶呢1点钟就落59毫米，伫地势若准较热的所在随来淹水。气象局预告讲，明仔载中昼过后，中部、南部、东半部山区有机会落大水雨，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街路做大水，汽机车、过车路水一阵一阵喷起来。台南市林德区挖道上向落大雨。才1点钟尔，较低南的地区都咧做大水，附近的民众拢真无奈。这是遮较浅呢，你较中呢，迄拢10几公分呢。1点钟个淹遐尼悬哦。系啊，遮淹足久啊底啊。10几吨啊，10几吨来拢安尼。因为雨势急够紧，一时阵积水也消透袂离。闽南路二段含德坑路口积水是20公分深。平路大雨，就淹水永康中正路甲高速二街暗坑，嘛因为雨紧过急，地势排水系统袂复排，路面严重积水，真侪汽机车只要是撩水来过路，加上有移动式抽水机去倒运转，积水才慢慢消退。主要拢迄边啦。好。加起业大影响，各地午后雷阵雨拢真请样。气象局持续针对中南部、甲东半部各地山区发布大水雨特报。到目前为止，上大使用量是屏东的98毫米，另外包括南投、台南、高雄，拢超过40毫米。气象局估计，雨水还到暗暝才会转好。今天入夜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降雨是有略微缓和的趋势，不过因为水汽还是相当的多我们要特别提醒，在宜兰跟花莲这一带比较大的雨势很有可能会持续到入夜之后。那其他地方的话，也是断断续续有些间歇性的阵雨气象局讲，吹八过头了后，各地也是有午后热对流在发展，其中在东部、南部甲东半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发生低淹时强降雨，甲局部大水雨的机会真大，民众就要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有真侪路边的树仔，互风台风扫倒去，这8个乡镇拢需要外界协助。高雄昨暗就派35台机具含80个人去到台东斗救灾。目前这寡倒去的树仔，甲拼起来有上100栋，拢先蹲伫咧粪扫场。另外，失电也造成台东这市街场有2万多只鸡死去，也拜托这屏东县来斗相共处理。台东加油！高雄市政府昨日暗时派32台大型的工具机到台东，嘛带80个人力支援。伫洪灾了后，救灾人员欠缺的台东县总算等到头一批救灾的支援人力。
以我们经验，大概很多大型的树木倒塌以后，需要链锯，需要一些大钢牙来捕捉这些大的树木所以我们说也要派了很多链锯工过来这边倒资源。透早高雄市支援人力马上到大同关北的乡镇市协助清理倒去的这树仔，因为这树仔的数量实在真多，尤其是大树无法度用烧的处理。目前大同市本所安排场就蹲超过50栋，数量实在真多。我们先暂置在各乡镇市的掩埋场，那将来我们掩埋场进行整理整顿计划的时候，再一并来处理。因为风台造成停电，未少跳舞场发生灾情，其中集中型的演艺场因为无电、通风不良，造成全馆超过2万多只鸡仔死去，差不多60栋。县政府接到通报，紧急协调屏东的处理厂业者，再烧30栋，剩下由大同县家己处理。协调了环保局，我们会用台东现在正在使用的焚化炉来逐渐的来把它焚烧，把它处理掉。县政府估计，农业损失已经达到7亿元，畜产养殖的损失也阁陆续的发生。县政府是讲会赶紧处理死亡的畜产动物，防止传染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家将冤财，毋过这拆迁着该摆。高雄凤山有一间透天厝内面呢，有这毒品混合伫内面做毒品咖啡包，因为制作甲包装拢是用自动化的设备伫咧做，提高生产效率。目前这检警也抓到5名嫌犯，而且也查到毒品原料相关的证物，目前已经甲伊移送法办了。警察总比这一转，破门入去抓犯人。嫌犯看到警察入来，嘛惊到，但来当互警察制服。因是毒贩集团，检警先经过几啊个月追踪，发现嫌犯利用红刷这间老厝做掩护，来秘伫内底制作毒品。卖毒品的主嫌张某，伊来租用这老旧的透天厝，为着要增加伊生产的效率，伊来引进一寡自动化的机械。来进行这毒品咖啡包的包装，来分装。原来这涂骹一包一包亲像咖啡包的物件，其实拢是毒品。因为着要提高生产效率，佮引进自动化机械，一天上悬当生产8000包，内底制度人员一天薪水是8000块，是完全企业化经营。毒品贩卖地点，大高雄地区是拢有。伊所强调的，就是伊的品质介好。卖长货，伊咧贩卖毒品的地区，规个大高雄地区拢有。阮专案人员几啊个月会来跟踪来调查，来执行搜索，来甲破即个贩毒的集团。警方伫现场查到毒品甲自动化机械、现金等等证物，5个嫌犯依法上班，嘛呼吁民众毋通因为好奇去食毒。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 Hunter 月底将有可能会被起诉。美国检方的文件显示，9月至到进前会因为税务陷阱及案件提出告诉。即马这后生犯官司，老爸拜登的选情将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拜登也伫咧伊的看守确诊了后，伫咧公开场合，虽然无被挂催案，也引起众人的批评。拜登的后生 Hunter 官司伫审。恐惊会起诉。根据特检卫书拜三交法官的文件，检方要要求大陪审团伫29进前，就汉特走势甲非法物证的部分提出告诉。卫书伫6个就指控讲，汉特2017和2018年的收入拢超过150万美金，不过拢无照实报税。另外，伊佫伫承认食毒了后违法买枪。今年7月之间，汉特检方就2项罪名。协议认罪无起诉，受到法官驳回。要注意的是，针对汉特的调查，敢会影响到拜登总统？外界质疑，拜登伫副总统任内用家己特殊身份替后生伫中国和乌克兰等地商业活动占力。共和党有人讲要甲拜登弹劾，后续的发展恐惊会冲击到拜登的选情。另外，拜登最近拢互人真注意，伊的夫人吉尔这礼拜确诊。伊是密切接触者，照规定，伊要抵喙炎自主管理10天。不过，找5伊用抓包，甲一个老兵飞行员颁勋章的时阵，流喙炎，外界讲伊是歹模范。I explained to the press, I've been tested again today. I'm clear across the board, but they keep telling me because this has to be 10 days or something,
I got to keep wearing it, but don't tell them I didn't have it on when I walked in. All right. 虽然摆完出席活动的时间较无15分，不过包括伊家己在内，台顶双人拢是80岁以上的高危险群，病毒可能伫更较短的时间内传出去。摆完找人伫公开场合特别保护讲，家己拢有照时间体检，检测结果嘛拢是阴性，目前并无任何症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G20 个峰会初9、初10这2天伫咧印度新德里举行，总理莫迪发予各国领袖晚宴的邀请函，即国名印度说是用梵文的名称巴拉德来代替，引起正人的猜想。那莫迪政府是开美金1亿来办这场国际论坛，希望印度人民党伫咧明年国会大选会当有胜选的优势。印度的莫迪政府一直拍拼要甲英国统治期间留落来上定。为印度的城市景观、政治机构、甲历史册内底刷走，不过外界咧以为也有一步要做，可能是上大条的。目的本人定定用巴拉德这个梵文名代替印度，印度人民党的成员嘛爆发起改国名的运动，要来摆脱殖民思维，回归本土。伫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的进程，有消息讲，总理莫迪送予各国领袖的正式晚宴邀请函，以巴拉德总统取代印度总统。引起外界改国名的猜疑。Mr. Modi and the BJP are definitely using the G20 summit to for their electoral gains and for political advantage. 印度媒体的消息讲，莫迪政府会伫9月下旬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提出改国名的决议案。伫无共作为、无共政治立场的团体之间，引起真大的争议。另外一方面，莫迪政府开1亿美金，用1年的时间筹备20国集团高峰会，要打造繁荣强大的形象。总理到2000多万新德里，几啊年来有真侪民众寄居伫无规划的市区，变作垃圾的贫民区。为了饲养的美观，当局伫4月初1到7月27之间，拆除49个乱建区，收回政府用地229英亩，居民拢安置去围困社区。一个单间1个月厝税按2500印度卢比，引起民怨。हम 25-30 साल से यहाँ पर रह रहे हैं और ऐसे अचानक हमारा घर तोड़ देगा तो हम कहाँ जाए? कुछ सुविधा नहीं, कुछ रहने का पता नहीं, कुछ आता नहीं। ऐसे हमारे घर से बेघर कर दिए रोड पर। उनको तो ऐसा भी मारने वाला तो जिंदा ही नहीं रह पाएंगे। हम गरीब का हाय लगेगी, दोबार लगेगी। 整座的市区徛20面国旗，在青影的现代车路。另外一边是野坎贫民区的大步场，居民去用安置去别位，汽车嘛赶出市中心。因那因是去用刷去倒位，外界都无清楚了。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本地伫咧8月底要发射载月球探测器的火箭，所以因为天气不好，发射时间已经前3改咯。今早起总算伫咧京畿岛的太空中心发射，这火箭顶头的无人探测器若准顺利，会伫咧4个月到6个月之间呢登陆月球。倒算计时结束，火箭伫真好天的时阵发射。日本 JAXA 的 H2A 火箭伫当地时间早起8点42分升空。发射了后40多分，工作团队传来欢喜的叫声。这个火箭搭载日本研发外号叫做月球自接手的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 还有日美欧洲所研发的研究卫星，目标是伫4至6个月後登陸月球。従来の月着陸精度っていうのは大体数キロから十数キロ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のミッションで一気に100メーターオーダーまで縮めたいというのが狙いになります。这项计划是日本官方甲民间第3届登月挑战，主要要以精准定位登陆。探测器会当用相机翕月球的表面，并提早输入月球的地图比較，調整軌道，降低誤差。SLIM は我が国で初めての月面着陸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り、SLIM により得られる技術やデータを活用し、我が国としてアルテミス計画をはじめとする今後の宇宙探査に貢献してまいります。若做任務順利，日本就會當成為佇前蘇聯、美國、中國甲印度了後第5個登月成功的國家。0。伫日本挑戰登月期間，拄啊成為全球頭一個登陸月球南極的印度，是伫初2發射炸太陽探測器的火箭。
探测器太阳 L1号目标是伫4个月内完成150万公里的旅程，计划停伫拉格朗日点，针对太阳风、太阳耀斑进行研究。那是太空科学研究的新里程，也凸显印度这个新型太空国家积极挑战传统太空强权的国家企图。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这外来种入侵当然对咱的生态和人类造成真大威胁，那经济的损失，而且有60%以上动植物的断种，拢是这外来种入侵的主要原因。就像顶个月发生一个夏威夷的野火，这灾情遐尼严重，就是因为这当地人呢对外口引进这外来种的草仔来食，种互精神啊正，想袂到煞造成这野火烧袂停。布地林、亚洲大黄蜂、蓝色毛蟹这个外来入侵种，当地威胁世界各地的生态。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指出，目前有3500外个外来入侵种，对于全球的环境、经济、粮食的安全，甚至是人类的健康拢有危害。美国夏威夷毛伊岛顶个月发生正大野火，造成至少115人死亡，这是美国7世纪以来上致命性的天灾。专家指出，灾情会这么严重，除了气候暖化，嘛甲为澳洲引进成长正紧的草仔类饲养家庭有关。Right now we're in Hawaii with the terrible fires that we've seen. This has been link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some African grasses that have grown there, and which are used to a different fire regime, meaning that they grow, they burn, they grow, they burn very quickly. 外来物种透过贸易旅行传播，有的是经由人类故意引入，也是60%动植物灭绝的主要原因。而且全球化、环境退化加气候变迁的影响下，入侵物种的数量甲冲击一定还会扩大。专家表示，当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差不多有13.6兆台票。But of those costs that are tangible that we've been able to gather together, we can see it's $423 billion annually. But we also know that looking back, then these figures have been quadrupling every 10 years, and we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at isn't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to the future.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指出，目前有3.7万种动植物甲微生物，互人带到新的生态地，变做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会危害一个区域的原生物种，嘛会散布病毒，亲像蚊仔会传播天狗热、马拉利亚、朱卡病毒等等，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这外来入侵物种原来透过甲其他物种的杂交，改变本地基因库，改变生态。毋过咱人拢无想到这危险。专家警告，到西元2050年，入侵物种会比目前佫增加37%，持续冲击全球各地生态系统，也威胁人类的生存。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蔡总统致辞的时阵，也讲到这个史瓦蒂尼的国王呢，捌特别在这个国际当中替咱台湾讲话，特别甲伊感谢。蔡总统今仔日也向媒体表示讲，这史瓦蒂尼的国王捌甲讲过，非洲真侪政要拢捌问过台湾的议题，这代表台湾真重要。另外，咱国内特别大选咯，蔡总统认为中国介入选举的日头会增加，咱就要小心细致。事实上，死亡也跟我说，他说，现在很多的非洲国家的政要都跟他在询问有关于台湾的事情，也关心台湾的事情。做访史瓦蒂尼和媒体的参会，蔡总统受到非洲政界正大的欢迎，佮讲到台湾在非洲的重要度正在提升。政府推动的非洲计划嘛，会强化台非关系，替下任总统佮拓外交空间。尤其国内的大选，外界更较关心驻美代表萧美琴，敢是民进党热清德的副手，蔡总统敢有伫中斗协调？如果他有觉得有好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谈哈。那如果有需要我协助的，那我当然也会帮忙哈。另外，最近传出美国对台湾施压，讲要开发生物战剂，这假消息。蔡总统强调讲，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法合力量是一直增加，方式真多元。这种认知作战对台湾民主是真重要的挑战，个人一定要注意。相关单位嘛要较紧解说和澄清，尤其政府执政的主调是稳定和发展，会克服挑战。就是2个字，就是稳定发展。我们也都是一个冷静
的姿态，一个稳定的措施，来一一的克服这些挑战。蔡总统参加友邦苏瓦第年55年的国庆，嘛是属王温苏瓦第3世55岁生日。台语是比较王室的成员和各国元首，属王致辞的时阵，佫第一个讲到蔡总统。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蔡总统的位就伫王母和王妃边啊，下面是正接待活动。蔡总统嘛参观四间政府病院，尤其是2021年完工的急诊大楼是大数合作的成果。嘛感谢北医医疗团队14天的拍拼，一做就做了14年，非常的不容易。苏国卫生部长嘛感谢台湾在疫情期间是这么斗3天，而到台湾的讲话经验无法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无合理的，讲因会继续帮助台湾捍卫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今日亲身说明，讲因伫咧新北市万里的旧厝，伫民国60年就门牌，所以唔是违建。然而校友期郭文德拢提出65岁以上免健保的政策。这个卫福部长许水源就表示，昨讲了伤过紧啊，这中央扩大补助上紧要等到2025年才会实行。另看郭文德是表态支持少白生囝的代理疫苗和安乐死。出来医国体育主播报答人的后生鲍俊和，也甲代理疫苗改禁推动者陈昭珠对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连续2天杀医疗政策，切切提出安乐死加代理疫苗议题，坦白讲家己支持，想要到有什么理由反对？伊讲是对的，应该都爱实施。你这种安乐死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也觉得，我个人是赞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是实际上看过那些病人的样子嘛。郭文铁甲侯友宜拢提出65岁以上的长辈免健保费的方案。7日卫福部甲行政院开会，决议明年会甲长辈的健保费扩大补助。不过卫福部长许水源切表示，话讲了上紧，预算天数也是爱遵守，真正实施的日子上紧嘛，都爱到2025年。侯友宜透早就去花莲进行宣布行程，互人解读是要甲花莲立委鲍坤琪修补关系，嘛叫中央政策唔通做半套。好的政策，花莲跟进，但是要做全套，来照顾真正需要被照顾的长辈们。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台北国际照顾博览会，望未来长照产业的推动更加顺利。不过最近赖清德伫新北万里的旧厝，叫人质疑是违建。赖清德早起出席活动，特别亲身甲媒体说明，旧厝是港窑，民国70年以前就有啊，符合法规。因为那个老房子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也在民国60年左右就拿到门牌号，尊重新北市政府的调查。如果有需要配合改进的，这个我们都会配合。新北市政府爱赖清德赶紧照规定申请。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也是积极约外校2个人见面，无放弃在野整合。我们都在持续的邀约，然后各方的幕僚也都在联系。郭台铭最近过来走夜市，要甲民众博感情，后礼拜领表可能就会宣布副手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讲全世界有真侪所在，这新冠疫情的趋势又搁再压起来了。这国内医生也表示讲，新冠病毒的结果是无啥稳定，几个月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变种病毒。中国感染的情形是真实发生，特别是这天气反冷，病毒进化率也变悬，上好就是赶紧搁再去注疫苗。国内新冠疫情持续降低，根据疾管署最新监测，最近7天每日平均新增加45例，顶礼拜每日平均新增加8例死亡，比前一礼拜的15例降低47%。虽然最近国内疫情缓和，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全球真侪所在新冠疫情有升悬的趋势。We continue to see concerning trends for COVID-19 ahead of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Deaths are increasing in some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ICU admissions are increasing in Europe, and hospitalizations are increasing in several regions. 世卫估计，全球目前有几十万人因为新冠住院，情况虽然烦恼。国内医师也讲，新冠是一种冠状病毒，伊的结果无啥稳定，几个月都有一个新的变种，所以登复感染的情况会真接快，尤其是伫换季变冷的时阵，会互病毒的进化率变悬。呼吸道病毒都是在秋冬天容易流行，所以未来在秋冬天，可能所有的病毒都会有上升的趋势，包括新冠在内。
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本土甲境外移入的新冠个案，也是以 XBB 变异株占比达到9%上侪。为了因应秋冬可能会个反复的新冠疫情，疾管署原来规划 XBB 疫苗上近9月底开始做，建议上好各做一支。值得注意的是，一种高度突变的新型变异株 BA.2.86 已经伫瑞士、南非、以色列、丹麦、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出现。伊是一种高度突变的 Omicron 变种病毒。莫德纳7日发布的上新临床试验数据表示，升级了后的疫苗产生的 BA.2.86 的保护性抗体增加8.7倍，互民众得到有效的保护力，目前等你等待美国 FDA 的批准。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卫生所7月因为医生退休，将做县内第3个无医生的卫生所。目前是由2间在地的私立病院互相支援。不过南投县的卫生局也讲，除了欠人，医生也爱做公共卫生政策宣导，连带会去影响到医生的意愿。民众带囡仔去南投德山卫生所注意放射，但是讲到原本伫遮服务的驻诊医师，今年7月退休了后，甲担当无新的医师来，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医疗服务。路途的那种时间就有差了啊，对啊，像如果到这里10分钟，到秀传要20分钟。真侪德山镇民讲，卫生所离市区无偌远，比较便宜是方便真侪。但即马煞变做伫个南投市中寮乡后壁第3个欠医生的卫生所。目前暂时是德山在地的秀团和东华2间病院的支援。竹山将近有52000的一个人口，那这样子的一个在群体医疗或者是流行病，像之前COVID-19 这种的情况，传染病的时候的话，就需要医生的进驻，就是会受限于我们医师门诊数。没有办法说整个很充足，所以他们可能1个礼拜只有2个诊可以过来这边打疫苗。中部各县市的状况都无相同，亲像彰化县27个卫生所拢有驻诊医师，但是苗栗各有7个卫生所是找无驻诊医师。另外南投县本身连县府底下的南投市，对今年初甲打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拢也阁招无袂到医生。卫生所的医师毕竟是公共卫生的服务，所以他负责的不会只有单纯他认为的医师该做的一个业务，他可能还有其他包罗万象的这些啊。另外还有个是行政相业，我们也派了心脏专科医师，还有胸腔专科医师到信义卫生所去，甚至神经内科的专科医师也到中寮卫生所去。我们还是很期待有一些年轻的医师。德山的秀团病院讲，虽然医疗人力已经进步啊，嘛是阁会找人力去支援，希望甲在地化的医疗服务补起来。但是卫生局嘛承认讲，部分的这种公费的医师真欠，加上阁会负责医疗以外的业务，嘛或者会本来想要去不是都会区的医生，听到这就感觉阁爱阁考虑啊。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调查显示，伫台湾65岁以上的失智盛行率已经来到8%了。即摆有药局加入失智强照据点，准备一个空间出来，要予失智症的患者来遮上课，而且会当提早发现问题，提早来甲因治疗。是大人伫教课老师的带领之下，对音乐手和脚拢嗨嗨的当当咧，无共音乐是配无共的 pose。老师阁3不5时，甲大家鼓励一下。这种团体活动，大家是笑甲足欢喜。这是新北市第1间加入失智强照据点的药局，拜1到拜4拢有课，让他们多做一些肌肉上的一些运动。那其实最重要是让他们的心情能够愉快，然后不会觉得说做运动好像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其实都很开心。台湾到2025年会变作4年会有较大的社会，失智的人口占的比例当年拢一直增加。目前65岁以上的失智盛行率已经有8%。各地政府嘛继续在加设失智强照护点。新北市政府邀请社区的商家和组织做失智强照据点，希望降低失智患者和家庭的负担。有时讲应该会当来倒调油啊。有些失智个案，它会有一些症状发生，那不一定是因为本身的情况，有可能是他用药所产生的问题，然后我们药师可以只有这个方式来做一个介入。除了强照据点，新北市目前有533间药局是加入失智守护站，会当提供适大人认知功能和情绪的体检。药师工会讲，透过专业侵入社区的服务，卖当早期发现失智患者，量早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受到家扶中心帮助囡仔和
家庭呢大概有26000多户，因所遇到的困境就是每3户内面有1户呢，就是因为这厝内面的这时大破病，致使到这经济重担落伫咧囡仔身躯顶。致使这个儿少呢，就要挨起这照顾的重任。家父基金会是希望透过募款，帮助这弱势囡仔离开散车，改变因的生命。照顾厝的人是逐工的膝头，15岁高中3年级的子怡，因为爸爸甲阿兄破病，爱做厝内膝头，搁爱落田做代志。就算真有志气考调第一志愿，嘛因为需要照顾厝的人，决定放弃，选择离厝较近的学校读册。伊上介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唔免搁当当当。如果有一个机会，我想要真正的释放自己。家父基金会甲影后贾静雯导演杨丽洲合作拍微电影，联合为善车儿少甲家庭讲话。捌伫少年时阵负担家庭重担的代言人贾静雯表示，这弱势囡仔需要改变的力量。我觉得这个翻转是非常有意义跟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实话，大家的原生家庭都是无法改变的。去年，互家父辅助的有26000户弱势家庭，超过8000户的家长面临健康问题，每3户都有1户因为家长有疾病来困扰，弱势儿少被迫爱变照顾者，家长破病，搁带来经济问题。当你受到健康因素影响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没有收入了，所以这对整个家庭经济是影响非常的巨大。去年家福基金会发出将近5000万急难救助金，中大医疗就占7成。今年家福的募款目标是7000万。家福表示，家户需求逐年提高，希望募到款项来做急难救助加建构脱贫能力，协助因渡过难关，重新站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湾基进甲其他的台独团体伫咧自由广场举办台湾大普渡。因表示，讲要普渡过去伫威权时期受难的人。因也讲，台湾的转型正义这脚步已经慢落来，还有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就要严肃处理转型正义。念香敬重所有牺牲于中华民国大屠杀和白色恐怖之英灵。伫台北市自由广场头前摆倒举办台湾大普渡，台湾基进党初7集合侪台独团体到自由广场头前祭拜台湾过去伫威权时期受难的人士。为什么这些英灵的愤怒不会消散？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既然还在崇拜，还在纪念这个屠夫这个独裁者。1、2、3。众人以铁链仔甲蒋介石会当上救活倒，有228受难者家属讲，台湾推动转型正义已经侪年，但是民众对转型正义的认识还是无够，认为现主时推测转型正义的进度拢无进步。学者也讲，转型正义是国家走向民主的重要阶段。要为这个专制独裁体制要过渡过渡是迄个全自信嘛要过渡到自由民主社会，咱必须爱做思想控制嘛主张关系权威主义这边的物件一定爱放弃。我常常讲，咱少年人为什么拢未想到礼拜的问题？咱在电拢讲228就是一个连假，我们去玩。台独团体认为，现主时少年人对转型正义的认识也是无够，致使转型正义歹推动。李慧生是呼吁，现主时当咧拼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要特别关注现行教育体制当中对人权、历史等转型正义的议题认识敢有充足。记者阮由随台北报道。台南归仁医权长期以来车济交通复杂，接发生车祸。经过台南市交通局改造医权了后，这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35%。交通部也把这9月定做是交通安全季，学校也拍拼宣导交通安全。台南市警察局表示讲，会加强稽查，而且会抓搁较严。医权内车来来去去，全台湾上侪医权的城市就伫台南。其中归仁医权因过程发生交通事故，即摆归仁医权无共啊。交通局甲原本机车道提掉，空间用来画做跨线，嘛保留停车的空间。可惜人行道标线参过路人的庇护空间。交通局指出，改造半冬了后，医权的交通事故发生率降35%。不过民众所反映，定定改来改去，互因不飒飒。一直改来改去，希望说它之后可以就是固定怎么样，不要说又涂掉又重画。用路人使用归仁圆环的这个开车的这个秩序跟他
他的习惯，包括说行人的动线上的问题，我们会在全面的在滚动检讨。该阵议员主要要提升过路人的路权，9月多好是交通安全月，伫学校因是坐带囡仔过车路，甲交通安全教育向下定根。慢看停听，过马路时我会举手。1到8月份，我们针对路口不停让行人的取缔件数为170件，5号至路口未停车再开，我们取缔的件数是85件。今年6月底，驾驶爱让过路人的生活上路，虽望让过路人的情形有改善，不过也是有人无守规矩。但是警察局表示会加强稽查甲处理。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新德县唯一一个有田园也会当看海休闲农业区，当咧办活动，要让民众了解到特别的在地产业。甲鱼钩啊放入去水底，变偌久，石斑鱼连伊就食鱼。当然，囡仔袂当轻松钓鱼，为着袂去伤害到鱼啊，完全无用鱼钩。现场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大家拢笑嗨嗨。大力，然后你要这样子，然后鱼跳上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真厉害的。新德县台北市水决休闲农业区占地约480公顷，是市乌鱼虾仔14间业者做伙成立发展协会，要来共同发展在地产业甲观光。假日可以来这边释放压力，就是从捕鱼，然后到认识鱼，到钓起来之后一起煮饭、一起做饭、一起学料理，然后一起体验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钓鱼体验，现场把利用在地食材，甲大家 DIY 做出好食的料理。小朋友其实愿意学，那其实像在父母跟小孩的沟通，可能也会比较 OK 一些。协会把设计4款特色行程，招民众做伙来体验渔村生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落水客南边，这海茄冬是愈发愈多，专家也讲，这影响到台湾特有种沙尾仔生态。云林县政府按算10月底要来做一个整理，希望会当减少对沙尾仔的威胁。环保职工手举机啊，一张一张将海茄冬撮起来。最近伫咧落水客南岸发现到未少海茄冬的生态，恐惊影响到咱台湾的沙尾仔要复育。云林县府招相关的单位提出对策，按算伫咧10月底会当将20公顷整顿完成。因为海茄冬的生长影响到汉招潮蟹的活动的空间，而且复育的空间，所以这次我们会进行所谓的海茄冬的移除啦，就是为了保育汉招潮蟹的部分。云林县府表示，落水溪这几冬透过县府甲第4河川局等等的单位合作，改善风肥沙的问题。虽然海茄冬这只生态会当减少风肥沙，不过嘛影响到沙尾仔这寡生物要进化，所以来会设定范围刷走部分的海茄冬，让落水溪南岸变作重要的湿地生态。台湾汉招潮蟹，然后它是全世界的特有种，只有在台湾才有。那它经过生态调查发现，有85% 以上的数量都在浊水溪出海口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做书法有一部分是为了帮它建立更好的生态环境。荒野保护协会表示，经过调查研究，落水溪出海口特有的台湾沙尾仔有87万只，其中分布伫咧落水溪南岸未寮地区的就超过60万只。透过环保志工来整顿红树林，希望会当守护台湾沙尾仔的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闽乡大树爷文化节初5正式开始，今下晡嘉义县政府甲打鸟街坊文化协会举办绕境放水灯的走读活动，要带民众了解这闽乡的文化历史，也佮体验这祭典科技。伫闹热的街仔路来行读，小介地方文史。嘉义县闽乡在地文史团体配合大树爷文化节活动，带民众行闽乡街仔认捌地方，嘛小介大树爷祭典放水灯的可以。这个放水灯的意义拢无了解就对啦。今仔顺这个机会，咱先贤大德对这个大树爷放水灯这个活动，安那来老水厝歌舞迄108朵水灯，那象征的就是好兄弟姐妹呢，从水把它引渡上岸，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挥大树爷的祭典安尼。为着要祈求地方的平安，放水灯进前，或许搁爱先来分钟，也较早闽乡的4个城门。虽然后来落着大雨，也毋过也是有真侪人为头行到尾来参与。
民雄遮的大树也是除了普渡以外，阁有把这个大视野圣诞千秋，就是大树野生这个概念放入内底，所以民雄遮对大树野的崇敬甲信仰，是我感觉这个导览内底上重要的部分。作为一个台中市的人，就是这种成长记忆真的完全没有这种印象的时候，来去重新认识这个地方，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是蛮羡慕的。大鸟街坊文化协会讲，这是第一届配合大树爷庙家己县政府来举办的行读活动，希望唔有宗教活动的闹热，嘛会当来传承在地文化记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舞台剧《人间条件》对2001年开始到定是第8集咯。这内面描写是小人物的故事，观众看甲真感动。这第8集要做什么呢？咱做回来看卖。我们这家人会不会太斯文了？怎么没有人讲话啊？开口讲一下啊！爸，寿星先来。对嘛对嘛。生日快乐！伫戏内三代同堂做伙过生日，不过互相之间的关系稍有淡薄气氛。这是立功剧团的导演吴念真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三代斗阵的议题，描写戏内主角伊的退休生活，厝内人煞无甲重视，无甲关心，伊的尊严要安怎维持？其实就反映观众身躯边的真实状况。有即马有健保阁真好哦，大家一个拢亲像阿不得，除了长照之外。长照是照顾那些不能动的嘛，这些会动的更难照顾啊。其实我是有意把它弄成喜剧，我觉得很严肃的问题用喜剧来看会比较有趣。吴念真导演的舞台剧《人间条件8》环境歌月底就要搬上舞台，这个系列过去的剧情拢淡薄悲伤，不过这届无同款，用戏剧的手法讲出后籍后母组家庭人生百种的形态。虽然没有嫁过人，但是也听过很多，就是在婆媳相处关系上面一些，有的人就会在那个老公的家人面前这样装的很好，然后私底下就是好烦，我想回家这样。阿公廖明灿差点被警察抓去关，感觉有些淫乱。爸爸对妈妈提，同阿公对奶奶哈腰，一山有一山高，爷爷有山高。演员嘴念 rap， 传达少年世代对顶一代的无认同，嘛展现现代人对家庭的真侪无奈。导演甲社会现实搬上舞台，嘛互真侪人感受真深。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的国际教育专题系列报道，行入世界边界，继续对 NGO 完善呼唤，来关心菲律宾下年高度。在这个岛屿顶头呢，有超过3成囡仔营养不良，所以因透过和当地社会企业合作，替当地这个国小囡仔呢提供营养午餐计划，对囡仔的健康有真大帮助。小到当地有真侪囡仔拢有营养不良甲卫生的问题，伫这个校的学生嘛是同款。去年开始，完善呼唤，参当地基金会合作，提供学校的中昼顿，嘛找人帮因上课，希望大家了解洗手甲卫生的关系，减少大家破病的风险。What is all in together? We have veggies, we have chicken. Yes. 完善呼唤提供经费，合作组织可能个庇护负责煮和运送，也因为当地饮食条件无够集中，送餐人员也会教學生囡仔食物的知識，累積囡仔營養觀念。Kung saan nakalagay kung go, grow, or glow ba ang inyong mga gulay at... This is really a blessing for us considering that hundreds of schools here in Siargao, we are the only one being the pilot of this implementation. 完善呼唤也伫咧午餐计划当中，针对 COVID-19 疫情流行，加入新的卫教课程，建立囡仔平常时的卫生观念，降低因破病机会。We taught the kids how to do proper hygiene, proper personal hygiene, and healthy good habits inside the school. They are grouped in, yeah, you can give them. 根据着圣马蒂奥小学的统计，学期初全校61位学生当中，有22个学生上过省。经过一学期的营养午餐计划，上过省的学生目前只剩2个，这效果真明显，也互完善呼唤，希望会当和国家这组织也佮学校合作，除了互学生会当食饱，也会当兼顾着因的健康。
记者洪兆生、黄文良伫菲律宾夏尼古队采访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